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凤阳虫是环境变化的指标生物，想看到凤阳虫如果有个好的生态环境，在苗栗太湖乡的太和村，10多年前，居民之内文史生态协会同富五队对太和海的河坝保育、富五的行通到富育凤阳虫，韩国屯山区的农家先头推广，常有的成果。人家当年15年的太和山度，如果有10个20万只的凤阳虫哦，也保持了珍贵的5种豚通测物，韩国头摆客人留下来的遗迹同故事，上海几多年去看去学，不但点清的西山上，也韩国有法律的。日头落山，东日早就转屋嘅。不过，伫苗栗太和山空嘅亚条村民，在其中乡下，按不石头嘅山空都闹热渐渐。这个自然生态的这个萤火虫的这个生的故事不太懂。按不石头一路到咪咪，不碰下亚条村民，无限地宽坦影下，同期亚条技术。认真当年15年嚟嘅太和山區，見安款奶酒樣一應。有120萬隻嘅鳳陽蟲，歸因公嘅都係，嗰數上嘅一度嘅人下，就算卡定扎嘅，每個地都山空困難。我們有更豐富，在10幾年前，大窩山已經快沒有螢火蟲，快絕跡的時候，在下雨堂的自己的山上的對面有一塊小的一個李子園，我們看到那邊還有螢火蟲。那個時候，夏理事長就有建議說，我們大窩山的生態已經快要絕跡，已經快要被破壞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毅然地帶動了我們的居民來保護這個螢火蟲。屯戶一直到8點半邊呢，係看鳳陽蟲一定戰鬥嘅時節。技術員帶領人下上山去尋，也到經驗工嘅技術經歷。養鴨，鳳陽蟲喺山南河比來比去，也特別就充氣現金用嘅。現在這個時間呢，大概是螢火蟲最活躍的時候，因為它已經跌了1天了嘛，哈，所以呢，這個時候出來，大概你看到它已經在飛，在飛的大概就是公的，大概飛的呢就去找母的嘛。那不飛的在底下，在草叢裡面一閃一閃一閃的呢，這個就是母的。鳳陽蟲古城嘅做菜，聽說會強烈烈，韓國無土。嗰數10多年前蔡天兒開始講過豐育鳳陽蟲，冇用草劑，韓國推廣冇見些農藥，韓國反駁嘅概念。當然，這個區域不噴了以後，其他區域如果噴的話，它還是沒辦法繁衍，沒辦法變得很多啊。所以呢，告訴我們的居民說，你盡量不要用這些東西。我們只告訴他說，你要種田的這個地方噴了以後，你的罐子這些遺留的東西，你不要丟到你家旁邊。他說我們又沒有丟到山裡面去，對不對？可是這個東西颱風來什麼的，水一沖，這個玻璃瓶破掉了，你整個山裡面都是就是被污染啦。按到比上比下嘅鳳陽蟲，看到各地內嘅人客猛結團。雖然澳洲螢火蟲是比較大片，但是這邊的螢火蟲比較有驚喜的感覺，因為它是會跳動的。因為澳洲的螢火蟲是幼蟲發光，我們的是成蟲發光，所以這感覺完全不一樣。小時候非常小的時候，這個是很多年前的回憶。所以今天看就覺得很興奮，然後可以感覺哇，台灣的生態還可以保持在我小時候的那種感覺，覺得很開心。也按多年來認真豐育鳳陽蟲，東成講數到人下歡迎嘅太和生態園區，係啲苗栗縣太湖鄉嘅太寮村。園區有300人公頃案發，總係獨項單獨嘅行業。啲亞順坡嘅山南鄉未有豐富嘅歷史人物同生態景觀。太和山哈，一般來講，客家人對啊特別體育係有800多年的歷史。
当时对啊太和神也都方出游，但像个也萤火虫也就30-40户人，都会割香茅，都会割糯油，都会种甘蔗。但是也太和山的农业进来进落后，也没讲落后，进来进没落以后啊，大家出搬走的，存到规则个太和山存到30户人。日是太和山区嘅村民将8個生日，單單就是耕種綠色。第春天有草莓太出，還有甘美；第熱天就出山桃嘅、梨嘅，還有各種嘅青菜，還有好食的嘅種樹。贵族笋啊，记住1年出100天的长苗边的出，长苗过了到5月份也就没呀，就全部就变足的。昆登农民用下班呢就留笋學撐下來，談定行到講定種筍嘅歷史。種筍學識種嘅咩係頭擺日重要嘅建材。頭擺就係種竹筍啊。頭擺日愛做木啊，就冇嘅呢啊，愛做嘅啊，就種就做嘅，就唔使買啊。真橋做啊，就按貴咩，加有冇有真橋嘅啊？就自家種到嘅，講慢大家就種啊，種嘅個頭擺人做泥木啊，愛做嘅啊，做嘅鋪開來，按壁飲奶。也下太和山區空嘅人文、歷史、產業和保留定原來嘅用嘅，也有村民主動用心維護，嚟到也涵蓋呢度也將有味嘅生態景觀，同彩聽人講傳奇嘅故事。仲係啲太和山山東檔有一條8公里嘅老榕樹，當講殘殘的嘅類植物唔停，講係東南亞發現到青苔條嘅。按年田產樹樹產田8公里咧，呢度嘅人客都看到最熟悉嘅。田老樟樹可以上岸呢，鄉下鄉共存8個人，也係人學習嘅地方。太和嘅環境唔係唔自家嘅，唔自家好，我見你講對一個其他生活好。唔看到一個古鎮池塘地方嘅樟樹就唔同咗學習。太和嘅除咗人以外，還有當地嘅動植物，咁樣嘅讓大家鄉下大家嚟和諧共存，也係當重要一點。老榕樹同唔停從時間產鄉下，未有遇到神秘嘅傳說，未變做彩天然嘅樹故事。因為客家人啊，伊個習慣就講，去到開山開田嘅嚇，田頭要有田頭八公，山鄉有山鄉嘅八公。來到一太和嘅嚟開山嘅嚇，可能有條樹嘅有靈氣，因為一頭擺係全部樟樹園，咁嘛一頭樟樹就冇俾人倒塌，所以人家就客家人就認為講一有八公都有得比，所以人家嚟擺一八公。老總期聽講的生態傳說故事，涵蓋呢度客家文化嘅內涵。啲太和山區後，未有山搭太燒餅，其中一類有當地人寫嘅名嘅，按到羅佩斯太燒餅。故所未看得出頭擺客人嘅生活方式。一下來到一笪位置，按到羅佩斯太燒餅，因為頭擺嘅農業沙飛嘅時節啦，人家都有卡無糖、無風無奶，好也無乜個較強嘅東西要使羅佩斯，好，也太和山嘅人家都大家有卡寒天，東頭家嘅無國態都唔俾羅佩啦呢，好，太和山嘅人都。但是開到一兜來，後邊。河壩水江線就像一幅畫，事實上頭擺田地環境受到破壞，總唔會做到動力會，直至到河壩東方嘅珍貴物種少加一度。不少村民的奉養從前，就先成立嘅風雨區來維護太和海嘅生態。哦，真也懂嘅啊，呀，好啊，咁啱冇看到嘅，
绿色我盐啊，个绿色。迄太水打落去鱼发起来，老春鱼就打到一千担绿色下来。台湾海风嘅出现，不仅是会稀损，除睇维护环境、饮绿色，玫瑰困难，有人投掉鱼毛，也系投标养鱼为养鱼毛。希望非法种鱼嘅事件唔会再个发生。以前你像我生意嚟讲啊，听老人家是讲过啊，上山打猎不如下水捉鱼，捉鱼一拍咩有一些贴嘅，表示讲鱼嘅当多嘛，也下鱼嘅污染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多啦，所以鱼越来越少，所以我就想呼吁话做了本后一台还看到河北方还是有很多鱼嘅，也有马口鱼，也有苦花鱼。也有贵的，有青岛种的个鱼类去遐栖息啊，所以就当珍贵的鱼种就限出，所以我就成立一个保护一条河川那个鱼诶，个莫被污染。养一啲咸青嘅太和山气候，糖多高山，上细糖啊，就给大家都懂熟悉嘅客家本色一条歌嘅。原来歌曲创作者涂明松先生嘅老婆就会伫太和山空，也是客家歌涂明松先生来管理，都竟还保留到以后。條那麼澎湃嘅涂明松，名氣嘅露台，係用嚟創作一條歌嘅，還係記得清清楚楚。嗰時係唐人講嘅嚇，唐人係講，嗰一條歌做6年，條面啊，做6年嘅，做一個6年啊，做出嚟啊你。上多人才。涂明松創作嘅題材同導用，未同接圈舊時嘅真實神法，將佢4號把一條歌嘅，就佢講定頭擺農業社會，轉移到工業社會家下，後把數到污染嘅情形。嗰時看到嘅農夫嘅人下都有同情嘅感受。我佢按你做下是播嘅出來，很多4號吧，嚇，專注嘢嗌到。過冇幾多年開始，我哋河北都有整理，有就開始我哋保育，等於生產保育一個嘅，大家當地講真正講，佢寫嘅歌詞嘅意義有關涉一個環保嘅問題頂比上我一單歌，我覺得怎麼講，這種的氣勢都講，用後背。山呢，從面前的山呢，讓涂先生有那樣的這個叫做靈感，他能夠去譜造這種歌曲我覺得很厲害。有人問實驗歷史同客家文化嘅太和生態園區。過去按道嘅村民實上嘅老記打操作有關農業區，我認真太和山區本身嘅條件，無辦法維持有關農業區該有嘅農業經濟發展。前面村民還係決定繼續對彼此親天然嘅生態保育做起事，鄉下來數顧一片有蔥蔥嘅河壩水，又有楓葉蟲滿天遍野嘅土地。